今集同大家介紹五行相克嘅法則啦。嗱，大家睇一睇咯，火係會克金嘅，咁我哋就想象啦，火可以燒溶金屬，所以火克金。咁跟住啦，金係會克木嘅，咁我哋就想象啦，金屬斧頭可以斬劈樹木，所以金克木。然之後啦，木係可以克土嘅，咁我哋就想象啦，木即係樹木啦，佢嘅根部係會鑽入任何嘅泥土，將泥土係會鑽穿咗佢嘅，所以木會克土啦。然之後土會克水，泥土、石頭可以建造堤壩，制住啲水啦，咁所以就係土克水啦。好，最後啦就係水克火，水可以淋熄任何嘅火種，所以係水克火。呢個就係五行嘅相克法則啦。